尹思琛，你别走！尹思琛，我只是想要预支一笔，怎么了？而且我也没有多要你的钱，这是我应得的钱。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此坠落？路蜿蜒曲折，当光芒闪烁，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。尹思琛，我好像做噩梦了，我梦到我有第三只手。是吗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。我应该告诉过你，没特别的事别来公司找我。哎，我有正经事的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正经事？是这样子的，奶奶发现了我睡摇椅的事情。所以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当然机智的撒了个谎圆过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目前签的这个合约好像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。那你有什么高见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之前签的合约里是不是说了，我本人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是一个独立且私密的房间。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呢，我只能睡在衣帽间里，而且呢，衣帽间连张床都没有，只有个沙发。我就觉得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合约。你觉得合约不合理？其实我睡衣帽间可以，也可以，我可以忍受。那这个付款时间，提前预支一笔费用，又缺钱了？顾西西，你到底是有多不努力？天天喊穷。谁说的呀？我这只是维护我的那个合法权益。身为你的甲方，我不同意。看了几天《律政先锋》，就觉得自己是律师了？尹思琛，你别走！尹思琛，我只是想要预支一笔，怎么了？而且我也没有多要你的钱，这是我应得的钱。我原来是喜欢主动的。你看什么呀？你刚才送的汤是奶奶煲的吧？以后借花献佛也要提前做功课。你应该还不知道，那是奶奶找人配的送子汤。